华是使人得胜的主，阿们吗？耶和华是使人得自由的主，阿们吗？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平静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将他双手，我们就得饱足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马太福音21章6到9节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：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。耶稣就骑上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何撒那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撒那。我们一起发出赞美的祷告，赞美神，因他道成肉身，因他预备救恩，因他拯救世人，因他的公义慈爱，更因他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同声开口发出赞美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赞美你，主，你道成肉身，我们同在。你也是知道我们需要神，主，我们奉你名的一同去敬拜，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主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主，你是万有的主，你掌管万有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道成肉身，你屈膝自己，降卑自己，愿意在十字架舍命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至高的神，你也是降卑在人间的神。你愿意道成肉身，你愿意舍自己的性命，活出彰显天父的爱，在十字架上牺牲，流出宝血，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，因为你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，所以你来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，我们要将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高高在上的何撒那，主，你今天要救我们。主啊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主啊，我们称颂你的名，你是预备救恩，你更是在这救恩中与人同受苦难，带领我们在这样摇晃、黑暗、看不见未来的境况中，
主，你为我们指明一条永生的道路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透过今天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要来赞美主你的名。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怜悯的主，你是与人同在的主，你是让人有盼望的主，你更是将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主。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赞美你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和尚呢来了，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，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要歌颂，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。拍手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因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更深的来到你神面前来敬拜。神知道我们的意念，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坦然来到他面前，寻求他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渴向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伸手，瞻仰你荣耀能力，以快乐的嘴唇赞美你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
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，如寒枝地盘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不让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再让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士师记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：这样，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，世界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唯有结党、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，就当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。感谢神，因他公义判断，因神心识不变，更因他应许永生。我们继续来念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兵丁就研究他们的衣服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要回转向神，求他帮助我们，真晓得我们是软弱的，承认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神。我们同声开口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我们需要靠着主你的恩典回转归向，来到神的圣宝座面前。所以因着你的公义，你定义要对付我们的罪，也因着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，你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，付上的代价。耶稣，你成为挽回器，挽回我们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何时软弱，靠主我们就何时得刚强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赎罪。神啊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必要赦免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神的羔羊，为了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，要彰显神的公义。天父上帝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必要对付我们的罪孽。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回转归向你。但是有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能力，
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需要主耶稣你的宝血来洁净，来除罪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圣人宝座面前，为要得着天父上帝的怜悯。因着你的慈爱，所以我们可以成为让你代替我们的罪，成为义的人。主耶稣，在这受难周当中，我们纪念你的恩典，纪念你的慈爱，纪念你的怜悯。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何时软弱，靠主，我们可以认罪，回转归向天父。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面前，大大张口呼求你的时候，你就怜悯允许将你的恩典赐下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成为恩典之子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如同我们今天在迦南之声所听见的，主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我们是没有犯罪的，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我比谁还要好，因为公义是从你来的，公义的判断是在主你的手中。特别我们看见在这受难周当中，我们好像真的在受难一样，看到疫情的飙升，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。主啊，我们真的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好像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身边的这些兵丁，这些告诉耶稣，如果你真的是神，你可以救你自己啊。主，我们总是想办法要解决问题，但主，你的心意却是要拯救人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虽然渺小，却被主来重视，在人看来好像已经无用，却在你的里面发现那被创造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，特别在受难周当中，我们看见你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即使到十字架上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，你仍然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主，我们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向主来感恩，发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美好，数算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，我们就更能够来认识你的心意，更知道主你是信实拯救的主，你不放弃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，你定义爱我们爱到底，你定义拯救我们拯救到底。即使人都放弃，你仍然愿意持守带领，按着你的应许回应你的公义。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，当我的心发昏，领我到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世面的手里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
主耶稣，你是知道我们软弱的神，主你也是牺牲自己来到这世上，为要拯救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更多的来敬拜他。静静的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爱中我心安恬，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，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。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，因你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，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，完全的自由。静静地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爱中我心安恬，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，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。你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我软弱变为刚强。耶稣，因你我重新的力量，从忧伤中我的释放。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，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你赦免我罪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耶稣，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，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
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，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。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你赦免我罪，是我完全的自由。耶稣，是你给了我自由。你流宝血，你流宝血，唱出来，唱出来，在你眼里。在你眼里我看到温柔，你真的相信吗？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。耶稣，你是我一生追求，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。在你的爱里，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，我没有愧疚。你赦免我罪，是我完全的自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礼拜是受难周，我们在度过一个基督徒最难理解的一个礼拜。什么原因永生的上帝却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？他明明可以救他自己，他明明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，却为了你跟我钉在十字架上。每一个人都想要寻求幸福跟美好，可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却是一位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哪里来的美好？不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推翻当时的政府，重回政权，活得比任何一个世代的，起码比旧约更美好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这礼拜却遇到一个情况是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却是一位被人抓走、被人吐唾沫、被人轻看、被钉上十字架上，甚至竟然还死掉。这是什么信仰？所以这个礼拜的基督徒，每当思想受难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像你在读士师记一样，觉得人好软弱，觉得好没有盼望，都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些心计、斗争、私欲、利益。但也就在这个礼拜当中，透过今天的诗歌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在受难当中，原来在最终，原来在好像被遗弃、看似无用当中，我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在最终得自由，我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完全被接纳，我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应许与我同在，我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圣灵的提醒。就在今天的晚上，
不断的向我们说话。神就在你的苦难中向你说话，神就在你的失望里面向你说话，神就在你的软弱当中向你说话。所以每当我们唱诗歌，我们在数算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才会觉得自由，因为这位神他为我们付上代价，而且他定义要拯救我们到底，我们才会觉得复活这么的宝贵，复活这么的重要，因为他让你的生命真的死了，真的是绝望到底，真的觉得很苦，真的觉得没有盼望，真的很软弱，所以我们能够得胜。因为我们这将死的人，神却用他永恒的生命放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要邀请大家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。这位救我们、拯救我们，并且给我们永生盼望的神，在今天的晚上，他就在你的受难当中与你在一起，就在这个新闻报说有这么多人确诊的时候与我们在一起，就在这个世界的局势，这个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与我们在一起，就在我们的经济好像看似已经拮据，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有更好的工作，哪里有工作我可以做的，他就与我们在一起。我邀请大家，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你知道那个人就在苦难中，你为他来祷告。就在他的苦难当中，今天耶稣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今天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开口来祷告吧。神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就在我们的苦难当中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的爱是叫我们的生命得到盼望，主，你的爱是叫我们在那受难当中看见奇迹，因为你死里复活，把生命领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你有同在，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就在我们当中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说我们若是在光明中行，就像是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要与你彼此来连结。主啊，你用你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付上代价，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认罪不是为了要活在罪疚感里面，我们认罪是因为我们要活在得胜的里面，因为耶稣你胜过死亡权势的恩典今天要临到每一个认罪的人当中。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你是公义，你是信实的，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恶，脱离自己的不幸，脱离自己的罪疚，脱离自己的软弱，而能够完完全全的归于你，属于你，将这些改变带来重生的生命的荣耀归于你。主，谢谢你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看见受难不只是停在受难，而是在预备，是主你在预备，预备得胜的那一天，预备得胜的那个时刻，预备那得胜的眼光，今天要临到每一个正在受苦的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。我们再次用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自己就要在这里面得着释放。耶稣，是你给了我自由，为了宝血身为
主，谢谢你，你是使我们完全得自由的主。因着你的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；因着你所受的刑罚，我们领受从主来的平安。在今天的晚上，主，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每一个寻求你的人，使我们得着真自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要继续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我们第一个是要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真的是感受到这个礼拜，好像国家的情况就是一起在过这个受难周。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的第10章，一起请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：我们得罪了你，因为离弃了我们神，去侍奉诸巴力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：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、亚摩利人、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？西顿人、亚玛利人、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。你们哀求我，我也拯救你们，脱离他们的手。你们竟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救你们吧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：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，就心里担忧，就心中担忧。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，好像这位上帝也非常的有人性哦，就是你们之前都怎么说都没有用，那现在就让你们自己拜的神来解救你们吧。这样看起来，这位上帝好像很淘气哦。但是呢，在今天的经文里最后这一段经文的最后说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就心中担忧。心中担忧，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心中想要缩短以色列人在那个苦境中，缩短那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的距离。我们看见这位上帝是公义，但他也怜悯，所以耶稣基督才会为我们死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救自己，也没有人能够救我们，只有这位神。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国家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将我们的聚焦在神的话语，在神的应许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国家在危难当中更是敬畏上帝，离弃偶像。求主来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，离开我们当中。也为这本土疫情扩大的时候，各样的需要，正是求神来预备帮补，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有真理，我们就得着真实的自由，让神的平安来替代我们自己的恐惧，让神的意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意念。我们也要继续为乌克兰、俄罗斯的这个战争，求神来掌权、公义，还有怜悯临到这块土地上。求神也来帮助我们当中执政掌权者有智慧来面对这个挑战，不管是两岸的局势，或是这些经济政治，求主来掌权。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些经济受到冲击的，真的是好像这个礼拜思想受难周的感受。
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，他的安慰。也求主来兴起基督徒，可以站在这个疫情的破口当中，站在这个生命的破口当中，站在我们人心的破口里面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守望祷告，传福音。还有很多人没听见福音，我们更需要起来传福音。基督徒要被兴起，我们一起开口，我们为以上的事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更深的思想，主，你道成肉身，甚至为我们拯救世人走向那各个他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你的爱总是环绕着我们。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，求你洁净许许多多不认识你的人，就像你经上所说的，他们去拜偶像，祭拜那别的神明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宽恕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唯有敬拜真神，唯有更深的认识你，才能够将一切来扭转。你让我们人心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祈求你更深的来祷告，有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。主，台湾这块土地需要你特别的恩待。在目前世事纷争的时候，外面的局势和我们自己本土里面，不论是在疫情上面的升温，总是让我们感觉到那无穷的害怕、惊慌。主啊，我们要依靠你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思想来源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你是我们依靠的磐石。我们唯有更深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祈求你，你就将那无尽的爱安抚我们的心灵。主，我们为台湾这个国家恳求你帮助，恳求你怜悯，恳求你施恩，让这一块土地不因这个疫情的纷争而造成更多的伤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求你让掌权者、执政掌权者，他们有更多的智慧，从你而来的能力，来帮助策划，在这样子的纷争之下，能够有智慧能力来面对两岸的局势，解决疫情的问题，甚至在各种经济方面，主啊，都需要你施恩怜悯，让因着疫情所造成的诸多的不便，或者是经济上的困扰，主啊，你帮助他们，恳求你帮助他们，真的让他们能够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，更深的去体会到主你是何等的重要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谢谢你，我们不断的呼求，我们不断的呼求你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让有更多你的百姓能够站在那破口之上，将你的爱，将你的福音传遍台湾这个土地。
主啊，唯有这样子人心归向你的时候，一切才能够得到翻转。主，谢谢你，恳求你这样子的帮助，因为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。主啊，你因着信，要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借着那圣灵的力量，大有盼望。我们要让台湾这一块土地上大有盼望，大大的向你呼求的时候，带来那兴旺的脚步，兴旺的未来。主啊，你的国度也因此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一次的扩张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向你祈求，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要持续的来祷告，我们更是要为我们教会和肢体的需要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预备，在建造教会。特别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最近这个1楼正在拆除拆除的时候很快，可是建造呢，却是一点一滴，让人看见那个美好。拆除的时候可以不用顾东顾西，但是要建造的时候，需要同心一致，有一样的眼光，一样的目标。我们是一个拆除者，还是一个建造者？我们是一个消费者，还是一个供应者？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，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教会。今天晚上就是透过祷告在建造教会，特别是建造那看不见的。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渴慕圣灵的更新，为福音大发热心来祷告。不仅是有这样的心志，有这样的想法，更有这样的行动，还有这样的沟通。所以我们也要为49号的1楼还有33号的装修工程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在建造外在看得见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建造那内在看不见但却能够活得出来的真理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领受圣灵的带领，走在主预备的道路上，有主的爱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。我们也要持续为周六还有主日的这个门训列车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当中，以及没有办法参与但有心想要参与的人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被圣灵来感动，透过服事，透过装备，是要让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，不只是一个课程，不只是知识，而是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。让我们也为迦南教会的儿少青来祷告，特别在最近要开始筹备，下个礼拜就要开始，最少5个人，最多30个人，一个晚上最少5个人，最多30个人。有迦南的这些青少，社区来的青少，国中、高中生这些学生，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时间，一起来共读什么呢？读书，一起来经历那个生命当中的互动。我们要为迦南的儿少青来祷告，让每一个都能够活出生命的 passion， 信仰的 passion， 还有对社会
看见这些需要，他们愿意来付出的 passion。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也要为在这个工作当中，特别疫情严峻的时候，遇到这些经济的这些通膨的压力的，求主真的是来帮助他们找到那个出路，让他们的生命有方向，让他们的工作有一个目标，让他们真的是在主的里面成为那作首不作为、居上不居下的。我们也求主来帮助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，特别是自己的生命要建造起来，有稳定的聚会和祷告灵修的生活。还有我们要为身心灵受苦的肢体，我们可能多少都知道有谁，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。可能我祷告到了，你没有祷告到；你祷告到，我没有祷告到。但在主的里面，我们都一起为他们祷告了。所以我们要开口来为教会被建造起来，为教会被兴起起来，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健壮起来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，更多被你的话语来建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让我们日日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为圣，来专心跟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也要祷告，在疫情当中，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稳定的教会生活，让我们有稳定的灵修生活，和你有好的关系。主啊，也求你透过圣经的共读，让我们可以一起经历上帝，领受主的恩典。主啊，也求你看顾教会在新建新的会堂，求你保守工程一切都顺利，求你祝福这个地方，让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你，能够经历主的恩典，能够大大的被你来使用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迦南门训列车参与的弟兄姐妹，愿这些愿意跟随你的门徒能够成为基督里的精兵，为你来使用，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力量，求你带领社青在职场当中成为祝福，在社青的工作转换有上帝你亲自的预备跟带领，让社青能够有明确的目标。主啊，也求你看顾学青在学测之后身心灵能有好的休息，也祝福每一位社青可以全力以赴，在迎接下一个阶段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求上帝你看顾我们身心灵受苦的肢体，求你亲自恢复，求你的医治临到，
愿你的力量天天加添在我们的身上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时常与你同在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我们要来宣告圣经中的应许，特别在这段经文呢，是每一个初信者，或者是我们每次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说到的。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经文来宣告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在这个受难周当中，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那最后一句话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我们要再次用这首回应诗歌来宣告，上帝已经行了大事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。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是火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来，我们要欢呼，他的作为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一起来拍手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那波浪就平静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饱足。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，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再一次来宣告，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。他定义我们的生命是要得胜的，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他必带领生命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述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再一次来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为我们行奇事，
行大事的神。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，你就施展你的大能，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就赐下你的应许，你就赐下你的医治和供应，你赐下你的云柱跟火柱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特别在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你就下来在我们当中，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使我们跟随你走恩典的道路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就看见你的教会成为这城市的祝福，让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子民、你的儿女，成为他们社区的祝福。谢谢耶稣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献身当作活祭，让我们的爱心、信心、我们能力、我们所拥有的，能够让神的荣耀的名被高举、被彰显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平安喜乐就充满在每一个寻求你的人的身上。谢谢主，当我们同心和祷告，愿你来垂听，愿你来成就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次拍掌，将荣耀归我们主。愿上帝的同在，愿上帝的平安与大家同在。我们请坐。